玩個心理測驗。好啊，係啦。爭議啊！你而家前面有條河，係啦，條河幾闊幾深，咁你有一個背囊啦，有條蛇，有隻雀仔，同埋背囊有條或者狒狒二揀一嘅，你要帶過河嘅，係啦，你點樣帶佢哋過去？條河幾深幾淺都自己深淺啊，闊啊，自己定係啦，哦，我要帶嗰個動物過河啊！是但一着全部狒狒或者全部都要㗎。全部都要帶晒過去啊！你有個背囊，同埋有隻雀仔啦，有條蛇啦，同埋有隻狒狒或者馬騮，二揀一嘅依樣有，係啦，就過去對面。個河好闊㗎，我覺得深啊，河嚟講咧就應該唔會好深咯。雀仔就喂放佢自己飛啦。咁我諗我會揀馬騮咯，因為佢可以坐喺我呢度咁樣，或者佢自己鉗住我啦，唔好浸死佢嘅。仲有一條蛇啊，我咪蛇咯，仲要加多條蛇添。蛇我都識游水嘅喎，蛇咪放佢自己過去咯，佢過去唔去冇辦法噶啦，控制唔到噶啦。如果我養嘅，可能佢會跟住我。至於我自己點過去，我咪游過去咯，但係馬騮喺呢度咯。個背囊就孭住嘅。都因為背囊咧一落水咧，佢會浮起噶嘛，咁應該可以幫助飄過去嘅，當水泡。訪問之後就會講俾你聽啊。訪問之後，而家唔講㗎，切，早知唔玩啦，我而家要知啊，救命啊！引我睇，好。